才能掘出来的。王后说的是，为了熏制那东西，奴婢已经在新鲜瓜果和花朵堆里守候了3日，弄得奴婢身上也是香气袭人。昨日奴婢到园子里去，引得不少疯子圍着奴婢打转。还是当心些好，这2日花园就不要去了。是。啊，对了，姑姑，帮我把那套青色吉服找出来。你要出门？到了该祭祀少司命的日子了，王后约我明日一同去少司命神祠给孩儿们祈福。我倒是忘了，每年的这個時候，你都會帶着繼兒去的。難得今年王后也掛念着。人念舊，物念新，在這秦宮裡待得越久，就越容易想起這母國的一草一木。我這就去給你找。人靠衣裳，馬靠鞍。繼兒穿上這身衣裳，果真是大不同。母後，繼兒可否將這件新衣穿回去給娘親看？當然，這是母後特意讓人為繼兒明日到少司命神祠去祭祀而縫制的衣裳。謝母後賞賜，繼兒會好好愛惜這件新衣。真乖。去吧。兒臣告退。這件衣服真是花了不少心血，光這繡工怎麼也得1-2個月吧。哎，你們聞到了嗎？從公子一進屋啊，我就使勁聳鼻子，這甜香真是讓人直流口水。公子的衣裳真好看，香兒做夢都想有一件。公子借姑姑穿幾日吧。明日我要和娘親一起去少司命神祠祈福，回來後，姐還是不給你穿。哎呦，繼兒，快把新衣裳脫下來，小心弄髒了。娘親，明日繼兒穿着新衣去少司命神祠，少司命見了肯定會很歡喜，對嗎？少司命對天下孩兒一視同仁，並不在乎是純衣百結還是包衣博帶。但繼兒穿着新衣去祈福，是繼兒對少司命的一片敬意。98、99、100。公子好厲害！我們宮中內侍中有個號稱大力士的，這石鎖也不過能舉起100下，公子一口氣也能舉起100下。春夜露水大，容易着涼，快把衣服穿上。是。當兒，告訴母後，你多大了？母後，你難道不知孩兒多大了？告訴母後，孩兒來年就13了。當兒都快13了，長大成人了。母後就是想讓你知道，這10多年，母後一直把你捧在心口。母後無論做什麼事，都是為了你。母後，這種話當兒已經聽了無數次了。當兒，答應母後一件事。何事？明日無論如何，都不要出交房殿的門。為什麼？日日也在外面，待在店裡1日，靜心讀讀書，有何不好？不好就是不好。聽母後的話沒有錯。公子到。知道了。看住了公子，千萬別讓他出門。是。哼，關門。
翻吧，你快点，公子都说了有好东西喝。好，我试试。哎呀，这个不行。来，你来，下一个。好，你来。翻得好。还有谁？翻好了再给你们喝。你来。好，这轮结束了，你过来喝吧。这东西是我娘亲酿的，别处喝不到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？好喝，再赏点吧。不行，下一轮树蜻蜓的时候，你若树得好，就再给你喝。来，树蜻蜓，来。公子的，你们这是喝了迷魂汤了？回公子，这不是迷魂汤，这是神仙汤。放屁！公子不信可以尝尝，喝了这个，平常不行的都行了。我这就给您竖个蜻蜓看看。今日当儿若不是吃坏了肚子，就会和我一起去少司命神祠祈福了。这孩子，姐姐替他祈福也是一样的。好久没有和妹妹一起在这园子里闲逛了。这旖旎嫣红，草长莺飞，倒是让我想起了当年你有在楚国时的情景。姐姐说的是，那时候的你我，又比眼下的当儿和继儿能大多少？我有时还常做梦，梦见自己仍是年少无知，和姐姐在楚宫里淘气呢。毕竟是梦，你我都回不去。给我尝尝。不行，这东西你没喝过，所以你不能喝。哎呀，啰嗦什么？你快给我！我说行就行。见过王后8次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回禀王后，自从园子里引了暗渠，開了池塘，總有人因為胡亂挖路刨樹，挖開了暗渠，走了水。今